各位兄弟，大家午早，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读耶利米书的第31章哦。今日早起咱要来请秀慧传道，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咱同齐来祈祷。阮伫天的爸，阮真感谢你，互阮逐日拢有圣经的共读时间。阮今仔日要对耶利米书，会通来看见台湾的处境，甲以色列当时真相款。对伫以色列百姓，安尼来误叫你，你犹原安慰、应听因。对这，阮会通来反省。阮是毋是也将你对阮的疼当作理所当然？愿你帮助阮晓悟你的真理，也帮助阮会通用敬虔的心来过日子，袂搁互你的圣心担忧。祈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所读的了后，阮会当活出你的心意。会当活出你的性命伫阮的日常中间，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伫耶利米书，会当看已经来到第后半段，然后今日是31章。对30章到33，对30章到33章，这4章拢是安慰的册哦。上帝爱耶利米将伊所讲的话写落来，成做册卷，然后爱留伫这个百姓的中间做这个证明哦，证明上帝真正在毁灭因进前，上帝其实就已经带因存怜悯的手，甚至甲因立新的约。所以今日咱要看到上帝所立的这个新约，这个约呢，也是甲旧约中间因出埃及，上帝伫西奈山开始的约，要做一个新的改变。所以咱今日读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哦。这拢是伫西底家王做王的这个尾了几年的时阵，所以啦，照时间的次数，31章，搁落去就是38章，38章就是西底家王的最后一年啊，迄年非常的凄惨，耶利米嘛非常的歹过，但是伫这个31章的中间，咱读的时阵，煞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万欢喜乐的时啊，所以这个落差非常的大，因为上帝爱耶利米写落来做证明。然后咱看30章，是上帝通过耶利米，搁一摆，伊的百姓的这个宣布，上帝要甲因同在，上帝要兴起因，上帝要救因，甚至头一摆看到上帝要互因伫这个刑罚中间，伫幕后伫将来，有看到这个感谢甲喜乐，上帝也要来医治因啊，互因不管是外伤还是内伤，上帝要医治伊，上帝甚至上帝用因出埃及的时阵，伫西奈山上帝所讲的，因爱做上帝子民，上帝要做因的上帝哦，这种的应允来互因被办心，嘛留伫这个耶利米书中间来做证明。今日继续要看的是31章，较长有40节。头前讲到上帝应允，这百姓将昨所讲的22节，今日第一节搁讲一摆，就是重生。这个上帝甲百姓之间的关系，然后上帝应允以色列人要归回，这重新搁享受快乐的日子。15节到22节，上帝爱以色列百姓，无搁提靠，无搁哀靠，无搁对迄个亚伯拉罕的，对雅各的某在提靠时阵，毋通搁出流目屎，出声哀靠，因为上帝要互因活后5万。23到26节，上帝也要互犹大搁一摆复兴啊，互因会当有光明的前途，幕后有指望，百姓会当安居乐业。27到30，上帝爱留心栽植以色列甲犹大人，上帝要互伊的子民百姓，要搁甲因栽种起来。31节，就是上帝开始讲要甲因立这个新的约，所以31到34节这段，是耶利米书上重要，嘛是旧约中间会当变做新约的应允，就是记载伫这个所在。
最后35到40，吼，就是这天地万米都要为着上帝所要立这个新的约，吼，来做见证人。好，所以今日这种吼不加等，好，咱就来读，好，咱请学会传道，传来来读第31章的第1节，读到第91到9节。好，以色列人倒去故乡，到迄时，我要做以色列逐宗族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上主安尼讲：脱离刀剑、剩落来的子民，伫旷野得到恩惠。以色列找到安息的所在。上主对古早就对因表明：我用不变的听你，我要永远用慈爱对待你。所听的以色列啦，我要甲你中见，你就通搁摕玲珑果出去甲欢喜快乐的人做伙跳舞。你会搁伫撒玛利亚的山顶栽种葡萄，栽种的人会通享受果子。到有一日，守望的人一定会伫以法莲的山顶临讲起来，咱来去锡安朝见上主，咱的上帝。上主阁讲：着为雅各欢喜唱歌，为上伟大国家欢呼，着传播，着称赞。讲上主已经解救伊的子民，解救以色列剩落来的人。看咧，我要对北方带因倒来，对天边海角将因召集过来。失明的、摆卡的、怀孕的、伫要生产的，拢归大阵同齐倒来。因沿路靠倒来，我要安慰因，带因顺溪水边行，行平坦的路袂跋倒。我是以色列的爸，以法莲是我的大囝。好，多谢。好，第31章第1节就讲到30章的22节。好，上帝讲到迄时，我要做以色列逐宗族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好，这是伫出埃及记的19章，上帝就已经应允。好，总是伫遮耶利米书重复，搁再重复。好，这是上帝要来强调的，就是伊看重的是伊甲遮个人的关系。虽望遮个子民百姓犯罪不公不义，有遮个拜偶上果、假先知无遵守上帝约，但是即个关系，上帝犹原看重。上帝讲，因要互因虽望伫刀剑，经过刀剑，但是剩落来子民伫旷野要得到恩惠，要找到安息的所在，亲像诗篇23篇共款，即个所在得到恩惠啊，和本翻成蒙恩啊，互因得到恩典。第33章，甲即章就出现误解啊。上主对古早就对因表明，我用不变的听你，要用永远的慈爱对待你。即个伫上帝伊的应允就是对古早到现在上帝安怎听因其实虽望上帝看起来真生气但是上帝并无改变啊。甚至第40节，上帝讲：所听以色列啦，我要甲你中见，你就通搁摕玲珑果出去，甲欢喜快乐的人做伙跳舞。所以对这以色列所听以色列这个形容呢，是一个少女以色列伊这和本有写少女以色列。但是这个意思就是伊形容这个以色列是一个纯净的少女，但是对照的是何西阿书啊，是以西结书讲是妓女以色列所以这个少女以色列是互人通意爱但是这个基路的以色列就是互上帝所讨厌生气的。但是这个少女以色列就是亲像摩西因出过红海阵伊的姐姐这个米利暗就摕玲珑果伫遐跳舞共款所以伊就是咧描写出埃及迄个情景。然后恁会搁伫撒玛利亚的山顶栽种葡萄，栽种的人会当享受果子。有一日守望的人一定会搁来到以法莲的山顶话讲起来，咱来去锡安朝去上主，咱的上帝。所以起来我们要上锡安啦。这个是指南北国其实北国呢因对国家分裂以后到国家灭掉。因拢唔捌做伙去锡安去耶路撒冷朝见上帝所以北国200多年的中间因拢无去，到即马南国嘛要灭掉300多年的中间
伊已经足久阵无做伙伫遐敬拜上帝，但是上帝互因互因看到即个画面，就是因南北拢是雅各的子孙，拢是以色列的后裔，要搁一摆联合做伙来敬拜上帝。上主国讲，着为雅各，所以这是指南北合起来，欢喜唱歌，为上伟大的国家欢呼啊！所以这首歌呢，就是形容甚至来宣告，上主的子民、上主的国家要成做万国为首啊！就是上伟大的国家，最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伟大呢？不是人伟大，是因为所敬拜的上帝是上伟大。就传播就称赞，讲上主已经解救伊的子民，解救以色列村落来的人。所以这里拯救，就是因在见证上帝安怎甲因拯救，搁一摆新的出埃及，搁一摆上帝还甲因对红海中间救出来。看咧，我要对北方带因倒来，对天边海角将因调入我来。失明的、卡拜的、怀孕的、得要生产的，拢规大阵同齐倒来，因沿路哭倒来。哭呢，毋是艰苦，是喜极而泣啊！因真正是会当重新回到故土，喜极而泣。我要安慰因，带因顺溪水边行，就是不是让他们走在沙漠，走在干旱，是互因哪行拢有水，伊会当袂伫迄水，袂伫遐喙焦也是高湿，行边搭的路袂滑倒。我是以法的爸，以法的是我的大囝，所以上帝搁一摆，伊做因的上帝，因要做上帝的子民，这是一种浪子回家的情景啊！所以这段呢，互咱读了真感动，就是上帝应允要互因的关系恢复，这是上帝爱亚利米写落来，希望这个时阵国家要灭掉，迄个狩猎倒转来70年，还阁有50几年才会到，但是上帝爱亚利米做记录，记载上帝早就已经计划好，毋是上帝后尾阁改变伊的心意。好，继续阁请小慧传道带咱来读，对第10节读到22节10到22节。列国啊，着听上主的话，着伫真远的海岛宣扬讲，赶散一些的迄位，要召集伊。要看顾伊，亲像牧者看顾羊群。我上主已经救赎雅各，解救伊脱离比伊较强的人的手头。因要来锡安县的所在欢呼，为着上主所赐的好物欢头喜面。因为上主赐因五谷、新酒甲新油，阁有羊羔甲细只牛仔。因要亲像有水灌压的园，无阁忧苦。迄时查某囝要欢喜跳舞，少年人甲老人做伙快乐。我要互因的悲伤变做欢喜，要安慰因，互因有喜乐代替悲哀。要用油日，互祭司巴祝。我的子民要因为我的恩惠心满意足。上主安尼宣布，上主讲，伫拉玛有听到悲伤哀哭的声，吕结为着伊的囝儿哀哭，无愿受安慰，因为因拢无去啦。上主阁讲，毋通阁出声哀哭，毋免阁流目屎，你的劳苦一定会得到报赏，因一定会对这个土地倒来。上主安尼宣布，你要将你的将来充满希望，你的囝儿一定会倒来因家己的国乡土。上主安尼宣布，我清楚听到以法莲为着家己在怨叹，阮亲像还未受训练的青牛仔，你甲阮管教，阮就接受。求你带阮倒转来，阮就悔改归你，因为你是上主，阮的上帝。阮一个背叛你，就后悔；受你管教，阮就对心肝。阮因为少年的时受侮辱，无面通见人。伊发现减是我的囝，减是我意爱的囡仔。我答辩责备伊。幽怨深少年伊，我为着伊牵肠挂肚，我一定怜悯伊。上主安尼宣布，
你着为家己设指路牌，为家己踩引条路条，着留心注意你行过的大路，顺迄条路倒转来。在色路一色的啦，着倒转来，你倒转来，倒来你家己的城镇。5月的查某囡仔，你世界流浪要到第时，上主已经伫即个地上创造一件新的事，就是查某人要保护查甫人。好，多谢。咱看到上帝互因的愿望，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代志。第10节开始呢，是对列国，所以毋是只有对雅各的后代，北国还是南国，甚至是过去迄当时历史上，不管是四周围的国家，还是将来要兴起的国家，包括甲因掠走的巴比伦这个国家，就听上主的话。伫真远的海岛来宣扬，所以可见，这个列国包括到地级，到这个世界这个海岛，拢要来听见证这个代志，包括咱台湾，看线以色列迄位要调集伊，要看过伊，亲像无遮固守犹群啊，上帝安尼来用伊的方式，就是亲像无遮看守遮个羊群，总是上主已经救赎雅各，解救伊脱离比较强的人的手头，所以上主已经完成，这是指上主为伊所完成以后，列国就要来看见上帝真正安尼做，因要来设安悬的所在欢呼，为着上主所说的好面花头喜面。因就是这个上主的子民，上主的子民的国家，真正大家苦尽甘来，欢头喜面，因为上帝赐因逐项物件，互因有水，互因无阁忧苦。迄时查某囡仔欢喜跳舞，少年人甲老人拢做伙快乐。所以这个喜乐、欢乐，这个欢呼，这个庆祝，伫进前耶利米书拢毋捌出现，昨出现一摆，今日出现6、7摆。就是充满愿望，因为上帝互因这个苦尽甘来啊，然后搁要伫列国的中间做见证哦，我要用油入互祭司把烛，这个祭司就是献祭米，将这个祭米上好油留落来做家己甲全家人使用，总是上帝要继续互这形容就是丰足的食物。我的子民要因为我的恩惠这里个出现，心满意足，上主安尼宣布。所以上帝要好好管顾伊的百姓，上帝要互这个百姓，是另外搁一摆出埃及，这个代志毋是讲互以色列国家来听，是讲互外国的国家来见证，真正上帝子民为虾米遮尔好，遮尔有上帝恩典，因为上帝有甲因立约。15节上主讲，伫拉玛有听到悲伤哀哭的声，雷结为着伊的囝儿哀哭。毋愿受安慰，因为因拢无气力。这个代志呢，是伫创世纪的时阵，30章。这个是雅各的囝，雅各尾啊，上帝甲伊改名以色列。意思就是讲以色列的某，所以用雅各的例子来形容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在创世纪当中，并无看到这段的记载，就是雷结为着打劫，为着伊的囝在哀哭，毋肯受安慰，因为伊的囝拢死啊。这只有2个可能，头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约瑟，向卖掉的时阵，然后这个拉结不肯受，约瑟被卖掉的时阵，这个拉结嘛已经死去啊，所以。就是这个拉结生上细汉的囝便雅悯是难产而死所以在圣经当中找不到这个拉结为他的儿子死了哀哭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形容，也是一种的表达。但是这句话呢，31章的15节在马太福音的第2章18节，迄当时就是希律王要杀这个犹太人的囝查甫婴仔。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伊就引用耶利米书31章15节来形容，迄当时，这个出世婴仔就去往抬写这种情景但是这个话是要讲伫耶稣的时代，要出世时
也是讲伫亚利米因迄个时代无法度看到因为伫创世纪并没有这样的情境但是咱是知影讲拉结雷结就是以色列的某雅各的太太上主閣讲唔通閣出声哀哭因为这个为儿女失去的儿女哀哭呢这应该是像是被掳的时候狩猎的时阵巴比伦王来的时阵甲因的囝拢带走所以真正以色列某哭到足凄惨，唔通閣出声哀哭，唔免閣流目屎，你的劳苦一定会得到报赏，伊一定对着土地转来。你会将来充满盼望，所以上帝一定互用一个画面，甚至17节讲前途充满希望，将来充满盼望这就是29章11节，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然后继续阁讲，上帝已经听到以法莲为着家己的哀叹哀怨，因要悔改，要归回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呢，出现了3次回转，或是归向，那家呢，就是因为因受上帝的教示他们是受了上帝的管教，所以因亲像无受训练的牛仔囝，这个未驯服的牛犊就是袂晓排迄个牛担，但是因即马知影安怎排迄个牛担还记得那个哈拿尼亚将亚利米的身躯顶的牛担甲伊摕起来摔断但是因即马受上帝训练，因知影安怎样排这个牛担，态度上，还有他们的品格上，还有跟上帝的关系上，都回转就是悔改归上帝因嘛承认讲，阮一个就背叛你，就后悔受你管教，阮就对心肝，阮因为少年的时会受的侮辱，无面通见人以法莲敢不是我所听的囝就是反问，就是肯定句真正是上帝所听，是上帝所喜爱。虽望上帝答变责备伊，犹原深深思念伊。上帝为着以法莲，就是这主民牵肠挂肚，上帝一定甲伊怜悯，所以上帝叫这主民就为家己设立指路牌，踩迄个引路条，互因要出去的时候，好像那个糖果屋，那对兄妹被带出去的时候，还记得撒石头，记得回家的路但是这条回家的路是几十年以后再陷入以色列所以这里又出现少女以色列，不是妓女以色列所以上帝对伊的主民对伊的百姓的期待是因亲像孝路同款是这个单纯然后洁净是一个纯洁的象征，就倒来你家己的城镇5个查某囝，你四过流浪要到第时，上主伫这个地上要创造一个新的代志，就是查某人要保护查甫人。这个代志咱嘛无法度理解。到底女子护卫男子是什么意思？是说耶路撒冷是女子，因为刚才讲到雅各的妻子雷结，要护卫男子查甫人，就是要护卫这些的列邦列国。还是指这些上帝的百姓儿女是这个新娘要护卫这个新郎就是耶路撒冷城镇这个并无真清楚的意思但是上帝要做这个新的事好刷接咱个请修会转来谈23就请直接读到最后40节，谢谢。上主主民前途光明，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我互受掠主民倒来时，因伫犹大土地甲城镇会阁安尼讲：讲伊的厝圣的山，愿上主赐福你。做实的人甲各样的人，拢会做伙伫犹大逐个城镇。野生的人，我互因元气；忧苦的人，我互因满足。安尼，我困醒发觉。我真好困。上主讲，日子得要到，我要互以色列的家、犹大的家人口加添，精神兴旺。以前留心看因，甲因背出、拆毁、破坏、推翻、甲伤害。以后，我要阁留心看因，互因重建、再正。上主安尼宣布。迄时人袂阁讲，老爸食酸葡萄，囝的喙齿酸软，
当食酸葡萄的家己的喙齿要酸软，逐个人会因为家己的做死入新的药。上主讲，看咧，日子伫要到，我甲以色列的家甲犹大家入新的药。这个药是甲我以前甲伊的祖先所入的药无相款。迄个药是我看因的祖先的手对埃及甲因带出来的时，甲因入的药。我虽然做因的丈夫，毋过因破坏这个药，上主安尼宣告。遐个日子以后，我甲全地以色列人所要入的药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刻伫因的心板。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因毋免阁带家己的厝边甲同胞讲，恁着认捌上帝，因为因对大甲小拢认捌我。我要赦免因的罪过，对因的罪甲因的罪放袂记得。上主安尼宣布，上主搁互日头伫日时发光，互月亮甲星星照定律，照光暗暝。伊搅入大海，互海水举大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伊安尼讲，自然界的定律，若会对我的面前废止，我的子民以色列才会伫我的面前断绝，永远袂阁成做国家。上主安尼宣布，天若会测量得，地的根基若会探测得，我才会用以色列的后代的所做，甲伊气杀。上主安尼宣布，上主讲，遐个日子真正会来，耶路撒冷这座城会阁修建归乎上主。对哈南叶楼到甲门测量的数要传出去，加入山凹起高压，经过大西人并本色的山谷，甲吉伦西谷，直到东平马文的后角迄片的土地，拢要圣化归上主，永远袂阁受背出、受破坏。好，多谢。这段上帝的应允是要互因有光明的前途，所以上帝是讲这个城镇要变做公义的厝、神的山，甚至伫这个所在，是这世人各样的做伙大，所以伫迄个所在是一个新的天，是一个新的地，甚至25节讲野生的人，上帝互因冤气；忧苦的人，上帝互因满足。所以上帝公义、怜悯、慈爱、谦卑，拢伫即个将来时拢完全来实现。这嘛是毋是只有讲因受了倒转来情形，是甚至是讲到末后世界末后日子。耶利米写批写甲安尼讲安尼我困醒，发现我真好困。所以伫现在中文译本呢，是用在是人民说哇，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我睡了，醒后身心愉快。但是另外的解释讲，这是耶利米给领受上帝的预言之后，他看见一个美梦。上主讲日子要到，上帝要互因安怎行起？过去上帝在因所宣布的，拢要一代一代甲因做伙应允，所以不会儿子去继承父亲的罪，因为老爸食生的葡萄，囝的喙齿生嫩，不会因为上一代的罪受刑罚，而是个人担当自己的罪啊。这嘛是伫出埃及记20章，以西结书18章，上帝就有应允的。每一个人爱担家己的罪，不是在背负祖先的罪。真要紧就是31到34节啊。这讲到上帝立新的约，
重点是啥物呢？重点是有伫遮上帝要将新的约下伫，毋是写伫石板啊，是要下伫因的心内，刻伫因的心板呐。上帝爱互因永远记条条，安怎记条条呢？34节就是因毋免去传互因甲家己的厝边同胞讲林捌上主，因毋免去传互因，是因对大到小拢会林捌上帝。所以上帝是显明自己，将家己显明的真清楚。上帝就是伫即个所在，上帝是看会到，上帝要赦免因的罪过，甲因的罪放袂记得上主安尼宣布，这是指什么代志？就是道成肉体，耶稣来到世间，明白上帝，就是明白耶稣就是明白上帝，明白信神就是明白耶稣。所以上帝要显明伊家己这个认识呢，不是再去耶路撒冷，不是去到圣殿，去到锡安山才当明白。是上帝话就当带咱明白，这个代志呢，有日头、月亮、大海做见证。自然界拢为着上帝即个新的约做见证，所以除非即个天地无照规矩，无照自然界，无即个约才会废掉，只要有天地存在的一天，这些新的约，上帝所应允新的约，要互全世界的人来明白上帝这条路呢，是永远有效。所以意思讲，毋是只有雅各的后代。全世界人拢会当找到上帝，然后上帝讲遐日子来顺，耶路撒冷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才讲的4个地点，刚好在耶路撒冷的斜对角，4个斜对角，拢要来起一个界线，这刚好也是尼希米归回之后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4个的边界啊，所以这个所在呢，无过上帝甲因背出，无过甲因毁坏，上帝要保护因到永远啊。所以这个被掳归回，应该就是完结篇。上帝袂阁将伊的百姓对这个狩猎的所在阁刷走。如果今天以色列又被赶出去的话，按照上帝预言就毁灭。所以2500年来，这个以色列人等到家己的2400几年来，以色列人等到家己的这个归回重建的路呢，一直到今天屹立不摇，这是我真无简单的。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咱会当将这种读搁再读，消化搁再消化，特别是这个上帝要互咱的新的约，今日经过几啊集第13节、17节、20节甲31到34节这经过呢，咱会当搁甲伊消化，相信。互咱甲上帝关系会当搁较加强互咱知影，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的子民。多谢教会传道，带咱今日读圣经，请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感谢你，互阮读到伫耶利米书中间上界重要的一章，也是规本旧约圣经中间，上帝你互罪人，互这个犯罪背逆上帝子民的百姓，的一个将来愿望。也是伫新约来成就，就是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拯救罪人。因为互阮知影，这个新的约，毋是只有互以色列人，是要互万百姓，对上大甲上细，拢要来明白你，因要用心灵甲信息来敲找你。敬拜上帝，毋是伫耶路撒冷的山顶，也毋是伫基利心山的山顶，是要伫用阮的心，就当来敲找我群你。愿上帝保守阮的心，也过保守一切，互阮的性命会当对阮的心来发出功效。主啊，也感谢你互我的爸爸昨日开刀会当顺遂，今日一个苏勋节也要来手术开刀，也愿上帝你看顾保守伊会当顺遂，也会当恢复健康。主啊，阮也将阮每一位兄弟，将阮每一个家庭，拢恭敬仰望伫上帝手头，也愿上帝你坚固扶持，互阮拢当做上帝你的子民，真做有福气，充满平安喜乐的家里。安尼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平安，多谢，谢谢。谢谢陈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